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，我係 Energy。我喺運動業界教學超過20年，教過好多嘅學校、團體及機構，親手教過500位以上學生，培育過百位教練，接觸過超過5萬個家庭。疫情之後呢，我轉咗跑道，由運動、教育、設施管理，去到市場推廣。而家海外繼續拓展香港嘅業務，而香港嘅業務全靠一班合作多年嘅同事仍然繼續運作，越做越好。我而家分享嘅全部都係真實經驗同踩過嘅坑，希望幫你行少啲彎路。香港學界升學資訊頻道終於誕生啦！今日我諗呢，完整介紹與定位宣言，體育升學真相拆解，家長一定要知道嘅現實。如果你而家睇緊呢條片，我相信你已經唔係聽下算嗰類家長，你可能已經陪住小朋友行咗幾年體育路呢。早起接送、比賽、訓練、學費、器材、假期，生活節奏呢幾乎都圍繞住運動安排。你未必會成日講出口喎，但係你心入邊一定問過：體育真係幫到升學，定其實只係一種心理安慰？呢個系列就係想同你拆清楚呢個問題。一呢，我先講清楚，呢個系列唔賣夢想，體育升學真相拆解，唔係一個成功故事合集，唔係話努力就一定有回報，更加唔係鼓勵你哋盲目加碼投放。我做呢個系列係因為我見過太多家庭用盡心力，但係方向錯晒。咁我見過攞個獎入個決賽，但係升學完全冇幫助。明明運動成績好，卻升唔到心儀學校。家長越投放，小朋友越抗拒，亦都係見過一啲唔係最突出，但係反而行得最遠嘅學生。咁所以我想講嘅唔係值唔值得做體育，而係體育升學點樣先叫用得其所。點解我會咁清楚制度同現實？我諗簡單交代少少我自己嘅背景，唔係為咗炫耀，而係解釋點解我夠膽講得咁實在。我係由最初投標一個教育資源項目開始，一路做到超過10年嘅合作課程合約。期間我接觸過超過500位教練嘅面試與評估，我親自簽合約嘅學校、機構、公司超過50間，亦都有100位學生係我親手由細帶到大。我試過親自落場教，咁亦都試過鬆手交俾唔同教練團隊。而最令我清醒嘅係親眼見過，即使教練有心，一旦冇制度啊、冇監管啊、冇平台配合，咁最後都會產生反效果啊！呢啲經驗咧令我非常之肯定一件事。咁年輕運動員唔係淨係靠努力，而係一定要有平台同制度托住。咁我亦都親自籌組過百場比賽啦，咁就好清楚排名點計、資源點分、學界同體育總會之間嘅邏輯點運作，亦都完全明白香港嘅體育資源其實唔係平均分配。現實就係有心教嘅教練呢，未必有足夠嘅資源嘅；有資源嘅平台未必揾到有心教嘅人。而真正有資源又有心教嘅係存在，但係唔會自動出現。不過要揾到其實係有方法。而呢個系列呢，嗰個就係我想用10幾年親身經驗，幫家長同學生少行冤枉路。體育升學最大嘅誤會係乜？好多家長以為體育升學就係一條直線，訓練比賽成績升學，但係現實係中間其實仲有制度啊、平台啊、學校取態啊、時間點啊、心理承受力。如果你唔理解呢啲，成績只會變成好睇，而唔係好用。所以喺呢一個系列入邊，我會逐個拆解。咁我就係點解咁多學生拎過獎，但係升學完全冇用？香港學界聯會 VS 體育總會，成績邊個先真係值錢？幾歲開始為體育升學部署先唔會太早？點解運動成績好咧，學校反而未必想收啊？點解有啲成功案例其實根本唔可以複製啊？我最想家長避開嘅3個陷阱。第一個陷阱，盲目追比賽。比賽唔係越多越好，而係要睇有冇累積價值，有冇配合升學節點。
第二個陷阱，錯誤複製成功案例。人哋成功可能因為年代啊、政策啊、學校背景啊、家庭支援啊，全部都唔同啊，硬抄只會拖慢自己個小朋友。咁第三個陷阱呢，就用家長焦慮推動小朋友，焦慮唔會變成動力，只會慢慢變成壓力、逃避甚至抗拒。呢個系列適合邊啲家長？我想講清楚，呢20集唔係俾所有人。如果你只係想快啲攞獎、快啲出名、快啲同人比較，你可能唔中意我講嘅嘢。但係如果你係真心想為小朋友部署未來，唔想再亂試啊、亂燒錢啊，諗知道應唔應該繼續，想知道點樣先叫用得其所呢？咁呢個系列你可能會覺得早啲聽到就好。最後我想你記住一句說話：體育升學唔係有冇用，而係用得啱唔啱。用得啱，體育可以成為小朋友一生嘅資產；用錯咗，佢只會變成一段好辛苦但冇回報嘅經歷。系列一內容預告1、20集，體育升學真相拆解，家長一定要知道嘅現實。接落嚟20集，我會一步一步同你拆清楚。下一集呢，體育成績真係幫到升學，定只係心理安慰？如果你唔想再靠估、靠聽人講、靠運氣，OK，記得訂閱，慢慢聽落去。我哋下一集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